香港本地人教你粵車南下攻略啊！嗱，咁我哋咧第一步咧，其實過咗關口，跟住關口入邊唔影得啦。咁啊出到呢度咧等客區嚟嘅。咁因為每位司機都要自己過關，跟住咧你要放低你嘅乘客咧喺樓上就過完關。咁呢個喺呢度匯合你哋嘅，1至20號都有嘅。每個等候區大約可以裝10架車左右啦。咁你清清楚楚話俾你知你嘅乘客、老婆仔女喺邊一度等佢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上車啦。清關嘅環節咧就係話你要行到前面咧，海關會話俾你知使唔使要去驗車場嗰度驗車咧，睇下有冇帶違禁品咧咁樣。咁個車輛到來咧，程通行咁就冇事啦。跟住你就直行直過，就向香港出發，轉完左呢一邊咧跟住路牌行啊，跟住香港澳門直走就係噶啦。咁但係記得好陰濕㗎，呢度有個減速帶，仲有幾凳下㗎，記得收埋。左邊記住係澳門，跟住右邊係翻珠海，中間咧直去咧過收費站咧就係去香港嘅方向。有 ETC 嘅話咧，直接行自助收費，行咗呢條港珠澳大橋咧，大話我諗超過100次。我都係見過1次嘅中華白海豚，中華白海豚就喺出邊跳出嚟嘅會。港珠澳大橋咧，我覺得真係國家嘅驕傲嚟嘅，成條路係冇凹凸不平，好靜，好順暢，會好容易令你瞌眼瞓。所以咧最好就日頭揸車。全球最長嘅海底隧道，可以上面報團咧睇海豚咁樣嘅，但係唔可以自己揸車上到去咧，你要俾人罰款㗎，一定要報團先可以去嘅。切勿酒後駕駛咁樣。咁呢個咧就係香港管轄範圍啦。呢度暫時咧都係行至100嘅，咁但係我建議都係行翻80號啲啦，因為前面嗰段路咧就已經行80㗎啦，一超速扣分啦。如果你唔理佢咧，出入境都有問題。其實香港係幾好嘅，會提晒你前面會有相機啊，認住佢橙當當嘅就係香港嘅超速相機啊。呢度就係香港嘅大嶼山啦，喺附近咧有啲海灘嘅。大嶼山啲水都清㗎，你見到香港機場咧就真係差唔多去過關嘅位置㗎啦，準備攞定證件出嚟過關。昂坪360啊，好建議大家試一試玻璃底嘅纜車嘅，一望無際，喺天壇大佛啊，就係搭呢個纜車上㗎啦。抽唔中100位咧，係可以要停呢個轉機停車場嘅，咁入邊嘅收費都好平宜，頭3日都係100蚊嘅啫，跟住每日咧都係50蚊。見到前面係關口嘅時候咧，因為未到市區嘅，出市區起碼係要20分鐘半個鐘啊。咁你有老婆仔女老人家嘅要去廁所，咁呢度有個臨時廁所嘅。轉機停車場咧，泊車2就個入口仔度㗎啦，泊入去咧就會自動將你嘅車送過停車場咁樣㗎啦，好方便。去到呢度咧有橙色同綠色字嘅，綠色字咧就係香港居民。咁如果你係訪客咧，咁你記得行左手邊啊，實線咧，你唔好理個單定係雙地下嘅實線咧都係唔行得嘅，虛線就係先可以切線嘅啫，直接去九龍出發啦。咁你去迪士尼咧，其實都係呢個方向嘅，你跟住路牌行就 OK 嘅。如果你想去邊度咧，其實導航都唔使啊，香港啲路牌好清晰㗎喎，你知。咁記住左手邊就係我哋嘅慢車道，你見到啲大車啊、貨車啊、巴士啊都係行慢車道啦。咁如果你要超車就行快車道右手邊啦，青馬大橋。你行完呢一條橋咧，就正式踏入香港嘅市區㗎啦。香港市區啲車真係好多，3條線俾你揀咧，行中線。嗱，出到嚟咧，記得行呢條3號，幾條路都可以去到市區嘅，因為3號幹線個景色咧係行得最好嘅，同埋行得最快嘅，限速係100嘅，成個維港你望晒。夜晚如果放煙花垂直過嚟玩啦，揸住車望住啲花冚冚聲咁樣飆上嚟，1個鐘都唔使由珠海去到香港嘅市區尖沙咀㗎啦。食嘅嘢、住嘅嘢都係好方便嘅啫，1個鐘頭生活區啊。關於粵車南下有啲咩唔明咧，即管喺留言話我知啊，簡 Sir 解答你。我係香港簡 Sir，記得俾 like 同 follow 我啦。